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 今日想為大家介紹德國品牌 Lilian Taurblin 嘅 Otter Chrono 系列。呢隻唔係普通嘅八角形錶款咁簡單，佢帶嚟咗一個全新嘅設計同埋功能嘅體驗，超出咗傳統嘅框框，啱晒一啲潮人同埋追求品味嘅錶迷。Otter Chrono 呢款錶最吸引人嘅就係佢嘅八角形錶殼設計，呢個設計靈感呢係重塑咗經典嘅八角形，拋棄咗尖銳嘅線條，用圓滑嘅角度打造。手錶直徑係40mm， 尺寸好適中，戴喺手上面呢夠晒低調，又有個人嘅風格。錶面最特別嘅係佢有層次嘅質感，加上立體嘅應用時錶同埋漸變嘅紋理，令到成隻錶望落去呢既複雜又清晰。手錶係採用緊日本 Miyota 嘅計時石英機芯，夠晒穩定又準確。計時嘅功能呢非常之適合做運動或者日常計時用，而且仲有好實用嘅日期同埋24小時嘅顯示功能。錶面係用緊藍寶石鍍層嘅礦物玻璃，防水深度呢達到50米。錶面嘅指針同埋時錶呢都係用咗 Superlumilova 嘅夜光塗層，去到黑暗嘅地方呢一樣可以好清晰咁睇時間。而喺錶帶方面呢都係採用緊 316L 嘅不鏽鋼，亦有兩款嘅錶帶選擇，分別係織帶同埋三格板帶。成個系列嘅錶帶呢都係創咗快拆嘅設計，方便錶迷呢自己可以更換錶帶。Lilian Taurblin 呢款八角形嘅流線錶殼，官網定價呢係由3780蚊去到4010蚊。咁我哋而家呢都做緊個超筍嘅快閃價，一律1980蚊就買到啦。有興趣錶迷呢可以上嚟門市試下。如果中意呢條影片嘅觀眾，可以 share、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可以時刻獲得我哋最新嘅手錶資訊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